清晨甘露，作者司布真。5月份5月3日，在世上你們有苦難。信徒啊，你要問為什麼嗎？向上看你的天父，看他多聖潔光明。你知道有一天你也要像他嗎？你願意輕而易舉地像他嗎？你不需要患難的勞來鍛煉你嗎？除去你的敗壞，完全像你的天父那樣，完全是一件容易的事嗎？基督徒啊，你再往下看，你知道你閣下的仇敵是怎麼樣的仇敵嗎？你以前是撒旦的神父，世上沒有一個王願意喪失他的臣民的。你想撒旦賄任憑你嗎？不，他要追逐你，因為他像吼叫的獅子，遍地尋找可吞吃的人。因此，基督徒啊，當你往下看的時候，你就等待着困難吧。你再往周圍看，你在什麼地方呢？你乃是在敵人的陣地之中，是過客，是羈旅。世界並非你的朋友，若是的話，你就不是神的朋友了，因為與世為友就是與神為敵。要確實知道你到處都會遇到敵人的。當你睡覺時，要想到你是在戰場上；當你走路時，要留心敵人的埋伏。俗話說，江邊蚊子吃客，或店裏臭蟲吃客。本地人反不大受滋擾，所以世上的苦難對你特別沾賴。最後要向內看，向你心裏看，看裏面有些什麼？罪和自己仍在那裏。害，若你不受魔鬼的誘惑，不受仇敵的攻擊，不受世界的陷害，但你仍可發現你自己的邪惡是你極大的苦痛，因為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配到極處。那末要迎接着困難，但不要在意，因為神必幫助你，加力量給你。他曾說：你在急難中，我要與你同在，我要搭救你，使你尊貴，或亦聘尊重你。